宜湾展培雅的中餐助动计划自13档前就展开，对每天180个便当，到目前大约需要提供300份以上。今年的暑假对7月1号开始到8月29，总共44天，将提供东区4间国中、9间国小的绿色学童营养午餐。我们这个便当的取得的方式是，我们不要名单，我们是学校认定需要帮忙的孩子，好，那个就用兑换券，就是我们会给兑换券来换取我们一个餐券的本子就定的是14天哦，让孩子每天能够换券的方式来取得营养午餐。那在这里，我想到看到很多孩子在假期中感到的很实际的关怀与温暖哈。那我想我要谢谢我们13所学校的校长很热心的帮我们调查这孩子的需求让我们这项的计划能够持续的推展下去。上午出席活动记者会，除了东区13间国中小的学校校长甲老师，另外还有展培雅爱心协会以及南英西主会，对历任到现任的会长、英务会长、甲师姐拢共同出席。李市府到教副局长杨志祥嘛代表市府到场来致谢。我在这边也要感谢，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帮忙这件事情，默默做了13年，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也是今天办理这个记者会最大最有价值的一个点。中餐助动的计划透过学校的转介，对一开始只甲妈妈亲手来料理，到团膳同餐的供应，甚至后来餐饮业者嘛来加入，学生只要透过餐券就会用来兑换。另外，嘛有协会赞助月读的礼券，鼓励学生伫个暑假期间嘛用个持续来学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